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JM9LG 嘅 GPJM9 2025，又係我肥王啦。上星期五大家有冇睇我哋南無佬小編出嘅 GP 番外篇關於人島嘅比賽呢？如果冇嘅話，即刻睇翻，立即翻睇，必須補睇啊！この番組にはスポンサーがございません。今站就嚟到阿拉岡站，咁到底阿拉岡喺邊嘅呢？原來係西班牙東北部嘅一個自治區嚟嘅。不過至於歷史上呢，我都唔係太清楚啊，應該都有啲中世紀嘅鬥爭啊、剩啊呢路路呢，就成為咗今日嘅阿拉岡啦。所以其實都係西班牙不可分離嘅一部分。咁你又知唔知到底 MotoGP 現役有幾多個西班牙車手呢？答案係9個咁多啊！其實呢條問題我本身係準備好係西班牙站文，不過唔記得咗，所以而家就擺翻落呢一個都係屬於西班牙嘅地區啦。唔知咁樣會唔會得罪嗰啲阿拉岡人？講翻呢條賽道啊，93呢就喺呢一條阿拉岡賽道入邊攞咗7次冠軍咁多啊！講緊全部都係 MotoGP 級別嘅賽事啊！時間率先翻到嚟星期五嘅阿拉岡啊！日本籍車手奧古拉就表示最尾咧佢哋係參加唔到阿拉岡站，繼續養傷等到 Mugello。瓦盧就話預咗阿拉岡係一場苦戰，只不過冇諗住係咁苦啫，苦到瓦盧係 Q1 排第2先能夠上翻到 Q2 啊，而 Q1 排第1嘅係 Digia。所以 Wado 同 Digia 一齊上翻 Q2 嘅，去到 Q2 嘅排位就梗係93係排第1啦，細佬啊排第2，大師兄排第3 ，Banna 排第4，第5嘅係 Acosta， 第6嘅係 Binda， 第7係 Eldiga， 第8係小牛，第9係 Wado， 第10係 Digia， 11係 Mia， 第12係 Sarko 啊。咁星期六嘅衝刺賽都冇乜特別啦，講真。唯一有鏡頭睇下呢，就係 Eldiga 同埋大師兄爭下位咁樣啦。咁所以呢，衝刺賽最尾賽果都係93排第1，細佬排第2 ，Eldiga 排第3，大師兄第4 ，Acosta 第5 ，Digia 第6，小牛第7 ，Bezzecchi 第8 ，Binda 第9 ，Alfa 第10。你冇聽錯啊 ，Banna 係唔喺頭10入邊噶，佢係排第12完賽啊。咁去到星期日嘅正賽悶到抽筋啦，爭啲瞓着。叫做一開始呢，有 Acosta 嘗試吉下 Banna 啦，咁去到第9圈有 Sarko 炒車啦，12圈就到 Binda， 13圈就到 Walo， 19圈咧就到小牛。咁全場唯一嘅看點就係去到賽事尾段，又係 Eldiga 同埋大師兄嘅搏鬥啊！話埋身肉搏，肥王一見到嗰個手踭同埋個膝頭哥碰撞嗰一刻啊，即刻諗起新腳嗰一幕啊！資深嘅 MotoGP 迷一聽我講新腳嗰一幕，應該都知我想講咩啦。聽到呢度，我剪下片都忍唔住要出嚟好快咁講翻幾句。當年我真係有 download 過份賽事報告咁睇咗一次，雖然而家呢就未必揾得翻，但係喺 Crash.net 上邊呢，依然有當時賽事嘅總監阿 Mike 嘅訪問，佢就有好詳細咁講過羅斯被罰嘅原因。佢亦都好清楚咁講明，冇任何嘅鏡頭或者證據證明呢，羅斯係有故意去出腳踢人嘅。唔阻大家太耐時間啦，交翻個波俾肥王先。正賽成績都係93排第1啦，細佬第2 ，Banna 上翻嚟第3，第4係 Acosta， 第5係大師兄，第6係 Eldiga， 第7係 Joan Mir， 第8係 Bezzecchi， 第9係 Digia， 第10係 Alfa 啊。既然今個星期嘅正賽冇乜特別，咁就講下今場攞咗第1嘅93啦。根據 Crash.net 嘅報導 ，Cal Crutchlow 嘅評價93嘅技巧係冇人可以做到啊。MotoGP 過去同埋而家都有好多車手咧係可以用後輪滑胎嚟滑住入彎嘅，咁咧93咧就更加厲害，就可以用頭胎都做到同一個技術。至今咧仍然喺 MotoGP 賽場上都未見到有人控制到呢樣嘢。而且有揸開電單車嘅你應該都有體驗過，當你入彎側咗架車去埋一邊嘅時候，如果你一收車呢架車係自動動翻直嘅，會
好想彈起啦，又或者係個反射動作令到你個人想坐翻直啊。93嘅特別之處就係在於佢一路收車可以一路越壓越低，因為佢發現越壓得低，傾角越大，收車嘅效果就越好啊！呢個聽落咧好似有少少違反科學定律啦。實際上符唔符合呢個物理咧，我就唔清楚啦。不過但係相信場上面咧都冇乜幾個人可以做到啊！聽到呢度嘅你，千祈唔好亂咁試啊！炒車㗎會，你唔係93啊。Bagnaia 就提到，作為93嘅隊友，有啲動作93咧可以喺架車上面做到，但係 Bagnaia 佢自己就做唔到啊！佢形容93揸咗杜加迪之後係改變緊全個局勢。今站佢嘅成績就係 Pole to Win， 贏埋衝刺賽，暫時以233分排喺車手積分榜嘅榜首。如果佢今年都 champ 嘅話呢，就會平咗羅斯嘅紀錄。再攞多年嘅話，就準備破羅斯嘅紀錄啊！咁肥王唯有都係忍痛承認啦，呢個車手真係太強了啊！咁講完93梗係講佢隊友 Bagnaia 啦。有追開今季嘅 GP， 應該都有見到好多外媒或者台灣嘅媒體或者甚至網民留言，都不厭其煩地覺得 Bagnaia 今年係咁揾嘢賴，係咁揾嘢賴架車、賴個場、賴個感覺，總之呢就唔係佢錯。到近排終於聽到佢講啦，佢話93係比佢強啊！今場 Bagnaia 喺排位賽排第4起步嘅。衝刺賽佢只係攞到一個12，到正賽佢又攞翻第3，有凳仔企。根據落場嘅 spec 嘅數據發現，佢呢衝刺賽用緊340頭碟，去到正賽用翻355頭碟啊。Bagnaia 就話喺340改做355頭碟之後呢，佢終於對個控制有翻晒感覺，佢終於有辦法控制得到個頭臂力同埋頭碌。呢個狀況出現咗之後，令到佢更加放鬆同安心，亦都對呢個節奏比賽更加去掌握啊！過去咧都冇諗過一隻頭碟可以撐咁遠啦，因為340同355呢啲數字咧，對於大眾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碟啊！加到355咧，應該都接近一個4個轆嘅頭碟㗎啦。理論上呢個加大碟之後咧，初始嘅制動力就會好咗，所以連帶手感上都有改變嘅。咁踩迫力嘅時間少咗，即係話個控制係相對容易咗啦。咁肥王就會調翻轉問啦，究竟係感覺問題定係技術問題呢？咁有網民就留言話啦，咁如果既然呢個改動係咁犀利，唔知換隻355碟俾93會有咩改變呢？哈哈。咁講完兩個杜加迪嘅車手就講兩個今站缺席嘅車手，包括係Luca Marini 同埋奧古拉啦，咁就先講 Luca Marini 啦。5月28號佢喺日本068內賽事測試嘅時候炒咗車，造成全身多處骨折，包括咗胸骨骨折啦、左鎖骨骨折啦、右側氣胸啦、髖骨折甩臼啦，同埋疑似左膝韌帶受傷啊！哇，好嚴重啊！好消息就係照完 MRI 發現左膝咧就冇想象中咁嚴重，所以咧就唔使動刀啊！事緣呢就係 Luca Marini 去到068內做測試啦，第一日咧都好地地嘅，咁喺第二日落場嘅時候咧係個波箱出事啊，喺個3-4波之間咧棘到，根據佢講嘅就係入咗3波之後咧就冇動力，連技力字都拉唔切，就突然間索咗入去啦，咁結果就係尾碌鎖死啦，佢就成個人俾架車拋走咗，咁成個人咁樣飛咗出去啦。Luca Marini 咧就有投訴嘅，就係06賽道嘅緩衝區又唔夠大啊，科技不斷發展啦，車又快咗，胎又咬地咗，咁理論上咧其實賽事嘅刺激性同埋個速度咧都會快咗嘅，時間都短咗啦，大家可以見到每一年都一路破緊唔同嘅紀錄，咁究竟呢個賽車場嘅緩衝區係咪有需要越加越大呢？你又點睇啊？而且068內咧係耐力賽嚟嘅，要不斷咁去同唔同嘅車手去換車揸，咁所以同其他車手嘅身高差嘅問題咧，亦都令到 Luca Marini 咧揸得好吃力啊！6月7號佢終於喺東京機場現身接受訪問啊！咁咧佢就話希望喺 Mugello 見到大家，即係下一場。至於可唔可以落場呢？就要到時睇呢個 medical clearance， 睇下俾唔俾佢落場啦。咁068內呢個耐力賽究竟係咩嚟嘅呢？
都係嗰句啦。如果想知、想做、想聽，就留言話俾我哋知，我哋咧再諗諗睇下有冇時間可以做。第二個缺席嘅車手就係今屆啱啱升上 MotoGP 級別嘅日本籍車手奧古拉小良男啊，哈哈，笑死我都係唔係好識字啊，都好似讀咗幾集小瓊男啊，有邊讀邊啊嘛。咁當時咧佢有投訴咧個膝頭哥痛啊，咁所以佢就 withdraw 咗啦。咁咧一經檢查發現原來右腳小腿近膝頭哥嘅骨折。咁喺巴塞咧做咗進一步檢查之後咧，就由醫生喺巴塞做咗微創嘅手術啦。去到6月5號喺阿拉岡站做 medical clearance 嘅時候咧，賽會就發現佢係仲未完全愈合嘅，應該咧就唔可以承受到 MotoGP 賽事嘅咁大壓力，所以佢今場咧就 miss 咗阿拉岡嘅賽事啦。咁佢又唯有 focus 喺過2星期嘅 Mugello 站啦。目前 Among 3個新人之中咧，奧古拉嘅積分係排第2，有43分，落後 Eldiga 30分啊。Eldiga 咧其實成績都唔錯㗎，攞住73分。雖然季頭佢係俾奧古拉嘅光芒掩蓋咗啊，不過後尾係急起直追。法國站佢喺衝刺賽同正賽都攞第3，今站阿拉岡佢喺衝刺賽又攞第3。成績都叫有板有眼啊！至於 Among 3個新人最差嘅就係 Chantra， 暫時咧就包尾，其實都唔算包尾嘅。喺車手積分榜入邊咧，佢係排喺科希馬田同埋大伊上面嘅。咁啊積分啊當然攞0分啦，跑咗個3場16、2場18、1場19。到底係車問題定係人問題呢？下站就係過2星期嘅 Mugello， 翻到意大利人嘅主場啦。又考你到底 MotoGP 現役係有幾多位意大利車手呢？下場正賽係6月22號香港時間星期日晚嘅8點鐘啊！今集 GPGM9 又嚟到呢度㗎，鍾意我哋嘅片嘅你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撳埋個鐘仔啊，咁啊有新片就會自動通知你啦。咁啊有舊片就記得睇咯喎，我哋下次見，拜。